爸爸，爸爸，你叫我什么呀？爸爸，妈妈，那是我妈妈。逸轩，你来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，这位是艾小姐。你好。你好，这是你的孩子？对，他是我孩子。爸爸，爸爸，闹闹，他不是你爸爸。先走了。再见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可能是饿了，头有点疼。那你等会儿，我去拿包包，很快。爱宝的突然出现，就像一记闷棍，狠狠地砸在我脑袋上。我感觉整个世界是一片空白。爸爸这个词又回到我的耳朵里，居然是从一个3岁的孩子嘴里喊出来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难道这个孩子是我跟爱宝的？怎么样，还不舒服吗？我没事儿。刚才那孩子挺逗的，叫我爸。对呀。你是想说，艾小姐挺漂亮的吧？瞧你，我是说这孩子挺可爱的。这孩子是你们幼儿园新来的？对啊。2个月前吧，有一天，他隔着幼儿园的栏杆往里头望，对了我笑一笑。后来我就请他进来坐了。过了2天，他就带着孩子来了。不过，他总是很忙，都很晚来接孩子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怎么说，爱宝她怀了我的孩子？爸爸，你叫我什么呀？爸爸，这是你的孩子？对，那是我孩子。他总是很忙，都很晚来接孩子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3年了，爱宝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这些年，她去哪了？她又干了些什么？特别是今天，她带着孩子出现在我跟乃木面前，她又想证明什么呢？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我跟爱宝的，如果这一切让乃木知道了，会怎么样？想到这些，我真的感到头皮发麻。爸爸，这一切，我真的不敢再往下想下去了。爱宝怀孕是真的，
您之前是不是有过比较严重的外伤？当时就是没有开刀把血块取进并且手先生，林医生，我们怀疑这个血块真的很想要我是压迫神经，对于身体小学体靠来接孩子。对，娜娜，我不是你爸爸。爸爸，等等，你等等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跟我说清楚。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有什么权利管我？你爱过我吗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我有，我真的有。不要忘了，你已经结婚了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做太残忍了？你就不残忍吗？他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收留我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就是，就他妈的他收留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难道不可以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要去接孩子。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知道的太多了，请记住，你是有老婆的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吗？你回来啦！啊，回来了。逸轩，今天的孩子还问起你来了。哪个孩子啊？就上次抱着你腿叫你爸爸的那个呀。今天他看到我就问：“爸爸呢？爸爸怎么没有来？”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。一个孩子没有爸爸，却得叫陌生人爸爸，真的不知道他的成长过程要怎么办。在幼儿园里那个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，你撒谎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请记住，你是有老婆的人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？
饭好了，过来吃吧。啊。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我想上楼睡会儿。啊？你自己吃吧。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头疼。他在家里也这么样子吗？对啊，宝贝听使唤啊。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的。你在家里有教过他吗？没有，都是他自己拿着笔随便画的。真的啊？我也不知道他画出些什么东西来。其实闹闹真的挺会画画的，你应该考虑让他学一学。来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哎，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，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和爱宝总有聊不完的话。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跟孩子还有事呢。那让我们送你。没关系，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我们改天接着聊。好嘞，拜拜。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的。走吧。走。你们俩真是有本事啊！花了公司大笔的钱，啊，请客户吃吃喝喝的，就给我换来这个结果。我们也没想到能到这个地步。本来下面的关系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但上面突然又说不行。其实用夜色这个概念来做这款葡萄酒，在他们下面所有相关部门都全票通过，但是现在他们上面又说不行。我现在真的有点质疑他们的品味。你们俩在这个行当干了多少年了？啊！我再告诉你们一声，听好了，客户就是我们上帝，他们的品味就是你们的品味，永远不要怀疑你客户的品味，知道吗？其实他们对整体的构想已经没有太大的质疑了，只是对效益还没有太大的信心。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，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我不想听过程，我也不想听你们俩检讨，我需要的是结果。出去。一会儿你通知一下财务部，就是我说的，这两个家伙请客吃饭的钱由他们自己报销。好的，行了，没事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和爱宝总有聊不完的话。乃梦和爱宝的关系越走越近了，我突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担忧。
这次我们公司招聘的情况怎么样？咱们公司这次招聘的情况虽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有一个算得上是人才。说看。这个小伙子是传媒大学硕士毕业，广告学专业，精通各种软件和数据信息的处理，沟通能力也很强。之前在奥美是担任部门副总监，他想来咱们公司应聘副总的位置。接着说。之前看到他资料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也很惊讶，后来电话确认，发现没问题，他就是想要来公司当副总。据我分析，他可能在奥美不太得志，或者遇到什么问题，所以想跳槽到咱们公司，祈求更好的发展。说穿了，可能是话语权的问题。我对这个小伙子有点兴趣。哎，你告诉他一声，说我想见他。好的，明白。不好意思。那个人不是吴越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啦，他就是演《西游记》的那个呀。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演猴子的人。我敢保证，他一定就是。不然我们打赌。打赌？怎么赌？不如我们就赌闹闹吧。如果我输的话呢，闹闹就借给你玩3天。这算哪门子赌注啊？那我赢了，还得帮你带3天孩子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你不要口是心非了嘛！我看你那表情就知道你特别喜欢闹闹。这倒是被你说中了。那好，可是你赢了呢？不如这样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闹闹给我们玩3天；如果你赢的话，我老公借你差遣3天。你就这么放心把老公交给我啊？我不会输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确认啊？不如我们去问。请问，小姐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请问你是演《西游记》的吴？对。那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吧，公司有规定，他不能合影，在这种场合下不让合影的。哎，等一下。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这么对待我自己的游民啊！哎，你好，拿我的照吧。啊，稍等。留个电话吧。哎，宇轩，今天我给你迎了一个儿子回来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呢，从今天开始的3天起，闹闹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和爱宝打赌啊，他输了就得愿赌服输了。对啊，闹闹接下来也要去你们家玩3天了。听见了没？你开不开心？你们在哪儿啊？我把手头事情做完了，我马上。姐，你老公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说要来接我们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去一趟天津都该回来了吧？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让他来接我们了。对啊，这下可尴尬了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等一下遇到交通高峰期，非得堵在马路上不可嘞。但我们现在走的话呢，你老公应该在路上了吧？让他扑空也不好吧？那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再等等吧。
你所有的资料呢，我都看过了，非常的好。不过，我有点疑问啊，就是你为什么会放弃一个大公司，来到我们这么一家小公司呢？林总，我都做到这儿了，这就证明了我对贵公司的信心。现在就看贵公司这座庙，是否能收留我这个流浪僧了。哎，姐，你给我讲讲你们谈恋爱的事情吧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讲的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是吧？我看他不像是没有情调的人啊。那你就错了，他其实挺大男人主义的，没什么情调。不过他倒是挺喜欢旅行的，但是常常是说走就走，也不跟你商量的。还有，他喜欢画画，也画得挺好的。他常说，如果他没有做广告的话，搞不好会成为一位画家呢。你对薪酬方面有什么要求吗？我之所以想换个新环境，主要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新的发展。只要公司能给我足够的施展自己的机会，薪水方面不是问题，就按林总您以前的规定就好了。对薪水方面没有要求，那其他方面呢？我以前在那些大公司工作，其实我是一直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在工作。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外企是对一个中国有志青年发展最好的地方。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我觉着我该学的都学到了，所以是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，一展抱负的时候了。至于职位问题，我相信林总您一定会给我一个极好的判断的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你选择我们公司，对我们公司的信任。但有件事情呢，我想跟你说一下，啊，你刚刚来到我们公司，可能我还不能给你这个职位和你所有的要求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还愿意留下来吗？任凭差遣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吃饭，我让你看看他的画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就这么定了。等会儿我们去超市买点菜，我再让他做几道他的拿手菜给你吃。林总，我真不明白，这么好的人才，您怎么还会说未必给他留一个不错的位置呢？万一他走了，岂不是咱们的损失？是人才，我们欢迎，一定要留住。可是，他来我们公司应聘，对酬劳没有任何的要求，挺让我费解的。哎，我们可以换种思维方式考虑一下啊。他万一是来我们公司来窃取商业情报，用于他图，你想过没有？林总，我觉得您也太谨小慎微了，他说的都合情合理啊。哼，傻丫头，如果他是真心想留下来，咱们有什么好紧张的呢？那您打算给他什么职位呢？先给他一个策划专员吧。这样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如果他真的是人才，真的想为我们公司来出力的话，相信我，我不会埋没他的。嗯，明白。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爱宝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，真正的走进了我跟乃梦的世界。对于这个家庭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未来将会发生什么？一切都是未知。
来，喝杯水。不用这么客气了。你以后啊，愿意的话，常来家里玩。谢谢。南梦姐，你家布置的真的很温馨哎。真的啊？哎，我给你看，你看，我上次看到这个家里的装潢，我特别想，如果以后有孩子的话，我要把婴儿房装成这个样子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很可爱啊。我去帮帮他，你一个人坐一下。豆角包好了，还有这些蔬菜也洗好了。鸡翅就是上次那个样子吧，味道特别好，我想我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今天就麻烦你好好表现一下了。我们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是五脏俱全，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呢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我们哦。对的，对的。哎，这个策划案，谢谢。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孙林，林总的大秘，大红人，你可得好好认识一下。你好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别贫了啊，别打扰人家工作了。乃梦和爱宝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看着他们俩那么好的关系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和纠结，总觉得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在我周围围绕着。娜娜，是吧？为啥这个狗熊戴着帽子？为啥它这个帽子这儿呢？这个狗熊做这个狗熊的时候，这阿姨给他穿的衣服呀。哪个阿姨呀？这是做狗熊的阿姨。为啥它也穿着裤子啊？爱宝走进了我跟乃梦的生活，可闹闹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。林总，上次那个红酒策划案，对方还没有给我们回信，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林总，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。讲。咱们新来的任意是对方冯总公司的校友，咱们何不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看呢？你是说仁义？来，我来了啊！来，你。我吃点啊。红酒这个案子呢，目前为止是我们公司最大的一个案子，也关系到我们公司今后的发展。这个案子大家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，今天呢，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，就想听听大家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畅所欲言，随便说说。哎，
任毅啊，你来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对这个案子应该有所了解。我也想听听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建议，或者有什么想法。对红酒这个案子，我是有些了解，有一些个人的看法。我的建议是，放弃传统的广告投放方式，加入高端新媒体的介入。我有足够的市场数据来证实这个措施的可实施性。还有就是，我们公司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广告策划案。如今做广告策划案，第一，你一定要去考虑客户的存在感，还有就是市场的时效性。这个时效性非常重要。我相信，改正了这2点，客户一定对我们再无疑虑，并且我敢说，我对成效负责。你的信心有多少？年轻人，别说大话嘛。冯总那边可是一点耐心都没有，这可是背水一战，失败了就没有机会了。我说我的信心有100%，有意义吗？那你刚才凭什么保证？你刚才又凭什么说对成效负责？凭我对市场的认知度，凭我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关系网，更重要的是，凭林总对我的信任。好，行了，都别争了。任毅说的非常好啊。我今天呢，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公司这个品牌的红酒广告策划案，全权交给任毅来负责。任毅，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就只有今天有空而已。是，好，那么我晚点过去，谢谢。怎么啦？你等会儿还有事啊？听说有一个老中医，他医术很厉害，我去把脉。老中医啊？是啊，我也想去看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当然可以啊。聊什么呢？逸轩来了，那个，逸轩，我刚刚跟爱宝说，我们俩想去看中医，今天能不能麻烦你带孩子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辛苦你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拜拜。来，拜拜。有问题打电话。我和闹闹玩了很久很久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2个。闹闹是爱宝的孩子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那么开心，就好像闹闹是我自己的孩子。在那一刻，我完全忘记了我是谁，忘记了烦恼，忘记了危险，甚至忘记了爱宝的存在。你看啊，林总，问你点事儿呗。说，那边那帅帅的男孩叫什么呀？他叫任毅，是我们公司新来的。怎么着，喜欢啊？还行吧，您就帮个忙呗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喜欢他没问题，但是记住，工作的时候不要打扰我的员工。知道啊，就那边加一个。任毅啊，
任毅，哎，林总，怎么了，林总？你看一下啊，整体呢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这方面可能要调整一下。对，我让他们呀上面加盏灯，把这字打亮。怎么样？我放心，就按你的办。那累不累？要不要喝果汁？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吧，来，小心啊。好棒啊！我还要这一次。好，来再。我能暂时以非秘书的身份跟您说几句吗？干嘛那么严肃啊？有什么话说？您今天是不是把任毅的电话给那个模特了？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做了。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的把别人的隐私透露出去呢？你怎么知道别人需要你的帮助？万一人家有人家的想法呢？你跑了我这儿来大叫大嚷干嘛呀？不就喜欢仁义吗？直说嘛。我可没那么说。还说没有？你瞧瞧，我这咖啡都变成醋了。喂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哪个眼睛看见我把电话给那个女孩了？行了，我能看出来你喜欢仁义，我给你盯着呢。嗯。哎，既然你喜欢他，那咱们就应该分析一下他啊。仁义的学历又高，人又帅，别说那几个模特盯着他，我们公司的好几个女孩都盯着他呢，你可要小心一点。啊？还有谁啊？这我就不方便透露了，容易引起内部矛盾。不过我也侧面打听过，他至今还单身，我也从来没发觉过他跟任何女孩约过会。就这个情况的话，我觉得只有3种可能性。哪3种呢？第一种，他同性恋。不可能。这第2种，啊，性冷淡。胡说，您又胡说了。啊不，这个不太会胡说啊。你想想，现在白领的工作压力大，很容易得这方面病的。您是在说您自己吗？我是吗？我是一个例外，好吗？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个例外呢？行，他是个例外。第3种吗？这第3种呢，就比较关键了。嗯。啊，仁义不喜欢泡吧，不喜欢夜店。嗯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喜欢什么？他想找什么样的女孩？他肯定想找一个跟他有共同语言的女孩，是不是？按照咱们这样分析，我觉得适合仁义的，也就只有女博士了吧。他喜欢的是一种知性美。知性美。我这么说，你明白以后该怎么做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既然你明白了，能让我自个儿待会儿吗？好嘞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其实我不是爱宝的男朋友。帮我演个戏有什么难的？爱宝怀孕是真的。爱宝她怀了我的孩子。其实爱宝她真的非常爱你，但是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2个人要互相伤害。其实你没事的话，可以常来这里坐坐，孩子们有种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你以后别再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作为一个男人，在哪里跌倒，就该在哪里站起来啊。别看这公司又小又破又难看，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。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确实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导致不育。我真的很想要有个孩子。爸爸。你叫我什么呀？爸爸。这位是我先生李医生，这位是艾小姐。这
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爱过我吗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今天的孩子还问起你来了，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今天我给你赢了一个儿子回来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为什么会放弃个大公司，来到我们这么一家小公司呢？如果他是真心想留下来，咱们有什么好紧张的呢？是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，一展抱负的时候了。南梦老师再见。再见，真乖。来，来，好的。来吧，再见。那就麻烦你帮我送爱宝了。慢点，坐好了。那我去了。嗯，开车小心点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随着爱宝和乃梦越来越近，这种危险的关系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和爱宝好好的聊聊，可他总能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回避掉。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送爱宝回家，可以单独的跟他在一起。可是原本想说的一切的一切，都好像被爱宝的沉默给屏蔽掉了。看他睡得挺香的。你跟乃梦好像关系挺好的。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难道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？这3年来，我以为我能够忘掉和你有关的过去。我在无数个谎言中虚度着自己的世界。我放弃了我的过去，活着另外一个自己。你想过我的孤独吗？你想过我的无助吗？甚至，你想过我吗？我曾经以为你是我生活下去的全部意义。遇见你，我不再茫然和孤独，你让我体会到爱情的甜蜜。你也让我知道，我也能拥有真实而纯粹的爱情。我麻木的人生也可以拥有奇迹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，我们彼此在生活中扮演角色给别人看，压抑着内心的痛处，在强颜欢笑。你知道吗？我最难过的，不是我爱的人不爱我，而是我爱的人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我能送你吗？不用了。别
别这样，爱宝。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艾小姐好。你就住这儿？是啊。让孩子上床睡吧。不动他了，动他他会醒的。这酒店，这房间，这一天下来费用挺高的，你怎么能付得起呢？爱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靠什么来抚养这孩子？我自有自己的办法。需要我帮你吗？我可以的。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咱们之间何必搞成这样呢？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会全力帮你。不需要。孩子睡了，我也累了。你再不回去，南梦姐会担心的。行，不回去了。你曾经感受过我的孤独吗？你想过我的无助吗？甚至，你想过我吗？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自己就行了。你再不回去，南梦姐会担心的。哎，服务员，来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？可能我朋友不在房间，刚才我在这儿把东西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开门？好，可以。
您请，先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明明人在里边呢，怎么没了？您是艾小姐的朋友吧？啊，她人呢？她在另外一个房间。另外一个房间什么意思啊？艾小姐是酒店的老客户了，她还有一间承包房也是在这一层，是她和孩子住的。刚才这间房间是她接客的地方。您知道，一个单身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。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就是因为他妈这个狗屁男人收了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谢谢。杀了孩子的。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了什么？你搞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！你搞什么养的孩子？说话呀！你跟我冤家，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怎么那么傻？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师哥，时隔多年没见，没想到咱们俩今天在工作上重逢了。真是巧啊。我也觉得有点意外呀。今天接到你的电话，说是这个事儿，我都愣住了。
哎，你不是一直在奥美吗？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我来这家公司时间也不长，多亏是我们林总，我们林总很器重我。林总真是好眼光啊！我的这位师弟呀，那不仅是一表人才，那能力也是极强啊，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名的厉害。你能请到他帮你的忙，我只能说羡慕啊。任烨，你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啊？他在公司呢担任副总。也算合理呀。希望大家给宝贵意见，谢谢。各位前辈，今天呢，我们不谈工作，只谈感情。今天这顿饭纯属是为了见证我跟我师兄重逢，好吗？我先干为敬。为了友谊，来，我先干为敬。老板，干得好啊！你的确没让我失望。我说过，我只需要你的信任。现在全公司上下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任命你为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好好的干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任烨，有件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去办一下。你在附近呢，给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，尽量条件好一点，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。你要买房子？啊，行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